天氣凍凍地，今朝包咗啲雲吞，留起一半，今晚加上一隻雞，一於一煲過，做一個雲吞雞。隻雞將佢洗乾淨，雞頭要用啲鹽灑下佢，雞尾嘅位置將佢切咗佢。呢一隻雞我將佢斬開兩半，先將佢飛一飛水。雲吞雞嘅湯底都好緊要㗎，我用咗之前做嘅軍煲湯，然後加上瑤柱，呢啲瑤柱細細粒，好啱用嚟煲湯㗎。先將佢洗乾淨，然後用食用水浸泡，浸泡好就加埋入去啲軍煲湯底裏面，加多幾片薑，然後放入已經飛咗水嘅雞，雞裏面有隻雞蛋，將佢放埋入去，煲滾咗之後，較返中慢火煲多佢20分鐘。雲吞雞通常都會放啲菜入去，我今次用咗呢啲大白菜，先將大白菜嘅頂部切咗出嚟，對半切開之後，再一分為4。雞湯煲咗20分鐘，將隻雞夾咗出嚟，咁樣隻雞就唔會太老啦。呢個時候將大白菜嘅菜頭放入去，繼續保持中慢火煲多佢30分鐘。煲到差唔多得嘅時候，另外準備一個煲，煲滾一啲熱水，渌熟啲雲吞。菜頭煲咗差唔多30分鐘啦，用鹽嚟到調味，加入埋啲菜葉，將隻雞放返入煲，然後加入埋啲雲吞，咁樣煮出嚟嘅雲吞雞，啖湯又好味，雞又嫩滑。天寒地凍嘅時候，咁樣一煲過都幾好㗎。